刘委会宣布讲，对于今日开始呢，这公务人员去到香港、澳门，不管你是请什么款的假，或者是讲普通休假，都爱事先通报。那准接触到特定人士，共款爱主动通知。明年7月1日开始，违规者就去用处罚。另外，教育部有发公文去到大学，叫这大学呢唔通宣传接受中国交泰的交流活动。另外，最近呢有一个做直播的直播主，伊唔拿提出到这中国身份证，佮甲台湾的护照加掉。刘议会就表示讲，这可人就是走路去到中国的诈骗通缉犯。我爱中国，我说减就减，我没有在客气的。那家那要求观众爱起赞，带伫对话，家己讲是台湾青年的直播主应志宏，找到伫中国社群平台加台湾护照，佮讲家己早就放弃台湾籍，毋是台湾人嘛无差。结果去刘委会讲，伊竟然是通缉犯的身份。有啊，大陆身份证拿到了，在这里啊。然后刚拿到的热腾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。这位应志宏先生，他现在是因为涉及诈骗集团以及洗钱的案件啊，由台东地检署通缉当中，声称自己是热爱祖国啊。然后放弃台湾的身份，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放弃。人文界嘛，趁机会呼吁对方卖定定收容犯罪分子，不利两方正常交流。中共长期把台湾青年当作统战工具的重点对象。对方吉林大学今年搁再举办北国风情当年营，要招台湾学生囡仔去中国东北参访。教育部这阵就发文予全国大专院校表示，活动牵涉单方面落地交代，呼吁卖参加，也是转发宣传。陆委会阁讲，校际交流应该爱对等尊严的原则。是不是有明确的专业交流主题的内容，还是只是吃喝玩乐？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以至于说去参加会不会触碰到两岸条例的一个限制哈？基本上学生不会。那老师也是相关承办人员有可能触发，陆委会11嘛正式宣布，依照行政院协定颁布的修正案，公务人员去港澳除了行政通报，完成人事裁勤的电脑作业，连做有会见也是联络特定身份的人员，嘛拢爱主动通知。香港澳门向来是很多情报活动或是国安人员的活动的大本营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公务人员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警觉性。人文界表示，为即马开始到明年7月进前，拢是宣导期。未来行政院人事总处会配合严定定处原则，若是有人无照规定，明年7月1日开始就会正式处分。记者采访报道。